香港富商鍾培生前段時間毫無預警嘅宣布向女友莊雅婷求婚成功，官宣即將結婚，引發咗好多熱議。鍾培生嘅求婚計劃非常震撼、非常浪漫，亦都非常特別。佢吊住威亞，從自家幾層樓高嘅別墅一躍而下，成功抱得美人歸。鍾培生同埋莊雅婷宣布婚訊之後，外界都覺得非常之意外。根據港媒最新報道，剛獲得求婚嘅莊雅婷疑似懷孕啦，腹部有明顯凸起孕味啦。日前咧，莊雅婷參加鍾培生爸爸嘅生日宴會，當日莊雅婷化住簡單嘅妝容，打扮非常隨意。響片中就當莊雅婷坐低露出腹部嘅時候，咁網友都發現佢個腹部凸起非常明顯啊！好多網友都喺度估緊鍾培生同埋莊雅婷好有可能係雙喜臨門未婚先人。咁另外細心嘅網友發現喺參加生日派對嘅時候，莊雅婷屬於滴酒不沾。最近莊雅婷公開現身，幾乎都係着住寬鬆嘅服裝，冇着緊身服飾。好啦，睇住而家莊雅婷嘅狀態，網友大膽猜測至少懷孕4個月啦。嗱，咁對於懷孕，莊雅婷同埋鍾培生都冇做出任何回應。至於莊雅婷到底有冇懷孕，可能亦都只係有時間能俾出答案。不過莊雅婷同埋鍾培生嘅結婚確實相當突然嘅，畢竟喺好多網友睇嚟，兩人咁快結婚，最大可能就係有咗 BB。